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9月2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91篇第1节到第6节，第14节到16节，耶利米书第23章23节到32节，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出死入生。俄国侵略乌克兰半年多，原本以为几天就可以拿下乌克兰的俄军军队，却是在战场上吃了瘪，节节的败退。整个战争的当中，俄国的正规军死亡人数过多的情况之下，俄国开始招募外籍兵团，甚至他们还在最近进入了监狱里面去募集重刑犯。他们对这些重刑犯说，只要能够在战场上生存下来，将来就不必再被关了。据报道，这样的招募效果并不是非常好的，因为就连监狱里面的重刑犯都宁愿继续被关20年、30年，他们也不愿意去充当炮灰，去打一场没有意义的战争。这些人都没有预备要从容赴义这样的心，或许是因为他们对战争不认同这样的一个侵略也或许他们对战胜是没有盼望的。整个观察下来，俄国的军队大多数都没有出生入死的预备。很多的军人甚至到了乌克兰之后，他们才知道是去赴战场打仗的。基督徒的信仰必须是要预备做一个出死入生的挑战。其实不要误解出死入生不是前面说的出生入死。这样的说法并不是说我们要去赴战场的战争，而是面对的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基督徒必须要有愿意被更新的心智，让旧的生命可以死去，获得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赐的复活的生命，然后来得到更新的生命。以色列人的先知曾经撒谎，他们也曾经带领以色列人民进入歧途，远离了上帝的真道。耶利米先知这样说：我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没有人能躲避我，使我看不见他。难道你不晓得，无论天地的哪一角落，我都在吗？我听到那些先知用我的名骗人，他们自称在梦中得到了我的信息。那一些先知撒谎，把我的子民引入歧途。他们骗人要骗到几时呢？他们以为自己编造的梦会使我的子民忘记我，好像说他们的祖先曾经忘记我，转向巴力。这样的人是进入了死亡之地，我们说的入死，而不是入生。因为如同保罗所说的，罪的工价就是死，
离开上帝的人就是入死。敬拜偶像的以色列人，那些做梦的假先知们，就是自己进入的死亡之地。他们同时也诱惑人进入死亡。耶利米先知说，做梦的先知该说他是做梦，听见我信息的先知该忠诚地传达我的信息。杂草和麦子怎能相提并论呢？我的信息像是烈火，像一把击碎岩石的铁锤。所以我上主这样说的：听吧，我要对付这般先知。他们彼此引用对方的话，当作我的话传达。听吧，我要对付这般先知。他们把自己的话当作我的话。听吧，我要对付这般先知。他们的梦都是骗人的。他们诉说这些梦，以谎言和夸张的话，把我的子民引入歧途。我并没有差派他们，也没有受命给他们。他们对我的子民毫无益处。我上主这样宣布了。相信上帝的人，无论是以色列人或是现代基督徒们，都必须要怎么样才能够出死入生呢？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就说到了这种生命的转变。保罗先提到了人们得罪上帝的事情。从前你们因犯罪违抗上帝的命令，你们在灵性上是死了。那时候你们随从这世界的邪风恶俗，顺服天界的掌权者，就是管辖着那些违抗上帝命令的人的邪灵。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前也都跟他们一样，放纵本性的欲望，随从肉体和意念的私欲。因此我们跟别人没有差别，都注定了要受上帝的惩罚。这样的情形就很像过去先知在提到以色列人远离上帝敬拜偶像，然后自己就必须要去面对苦难，进入死亡一样。保罗就亲身经历了一个生命的蜕变，尝到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赐下浩瀚无穷的大爱，那丰盛怜悯的恩典而得到生命的改变。保罗说，但是上帝有丰盛的怜悯，他对我们的爱浩大无穷。我们在灵性在违背的罪中死了的时候，他使我们跟基督一同再活过来，是他的恩典救了你们。上帝已经使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在天上掌权。他这样做是要向世世代代表明他极大的恩典，就是他从基督耶稣向我们显示出来的慈爱。你们是靠上帝的恩典，凭着信心得救的。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行为，而是上帝的恩赐。既然不是靠着行为，你们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借着基督耶稣改造了我们，
要我们行善，这是他早已计划要我们去做的。从圣经的观点，保罗的神学角度来看，罪得赦免就是脱离了死亡，是出死，领受救恩，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生命被完全的翻转。保罗提到了基督徒的生命是因信得救。说到这样，如果我们这些寻求因信基督得以跟上帝有合一关系的人，还跟外邦人一样被视为罪人，这不等于说基督在支持罪吗？绝对不是。因为如果我们重新建造自己所拆毁的，就是证明我破坏法律。就法律来说，我已经死了，是被法律处死的，为要使我能够在上帝而活。我已经跟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自己，而是基督在我生命里活着。我现在活着，是借着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命。这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第2章17节到20节，诗篇91篇第1节到第6节，14节到16节。凡向至高者寻求安全，住在全能者荫庇下的人，都可以向上主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堡垒，你是我的上帝，我信靠你。他要救你脱离一切的隐患，脱离一切致命的瘟疫。他要用翅膀庇护你，在他的看顾下，你一定安全。他的信实要保护你，黑夜你不必畏惧危险，白天你不必害怕攻击，你不必畏惧黑暗的瘟疫，也不必害怕正午的灾害。上帝说：我要拯救爱我的人，我要保护敬拜我的人。他们求告我，我要回答他们。他们在患难中，我要与他们同在。我要拯救他们，使他们得光荣。我要使他们享长寿，我要拯救他们。恳求主帮助我们在生命中来靠主得胜，并且帮助我们胜过试炼，不进入生命的苦难，帮助我们经历主恩，成为一个得救成熟的主仆，让我们因着恩典能够出死入生。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